歡迎收睇説在線新聞，我係朱彩霞。立法會選舉喺尋晚11點半結束，地方選區超過131萬人投票。選管會主席陸啟康對投票人數感到鼓舞，期望為雲福縣災民帶嚟正能量。殷偉培報導。今屆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有超過131萬人投票，投票率31.9%。全港10個地方選區入面，投票率最高係新界西南，投票率32.69%，而投票率最低嘅係新界東北，投票率30.15%。而投票時間亦都比上屆多咗2個鐘，按同一時段同上屆比較，投票率超過2021年，上升大約1.2個百分點。選委會界別方面，投票率超過9成9，有1458人投票；而功能界別嘅投票率超過4成，有76000幾人投票。當中商界3同科技創新界嘅投票率達100%。至於投票率最低嘅界別係會計界，只有大約3成4嘅人投票。選管會主席陸啟康期望社會能夠盡快走出大埔宏福苑火災嘅傷痛。有130多萬名嘅人行出呢一步，咁我希望香港係會有多啲嘅正能量，俾到我哋一啲好受災嘅一啲嘅災民。咁我哋希望咧，我哋香港會盡快從呢個傷痛之後走出嚟。我聽到有啲受災嘅選民出嚟投票，咁我諗呢樣嘢都證明佢哋咧係有啲災民咧係對立法會係有期望，佢哋係想出嚟咧係想立法會幫佢發聲嘅。佢又話延長投票時間唔係谷票，而係便民措施，未來會再檢討延長投票時間嘅成效。説在線記者殷偉培報導。新界東南選區第6度參選立法會嘅專業動力方國珊高票當選，聯同民建聯葉傲冬首度晉身立法會。許思彤報導。方國珊曾5度參選立法會地區直選但落敗，第6度參選嘅佢最終以58000幾票成功當選，成為地方選區票后。民建聯葉傲冬則以26250票當選，兩個人都係首次躋身立法會。覺得等咗咁耐啦。請注意，選舉主任現在宣布香港島西地方選區嘅選舉結果，有請選舉主任。唔係在於票數，係在於市民對我嘅信任，即係每一票都非常之重要。正如我之前都講啦，即係我冇大黨嘅即係資源，咁咁多年走嚟不易㗎。我覺得呢個時刻係香港面對一個好大嘅災難嘅時候咧，我哋要更加嚴肅咁樣去處理，同埋面對去災情嘅情況啦，好多家庭嘅痛苦嘅時候咧，我唔係好覺得我係要好3號候選人黃秋平女士，我只係感恩我所有選民嘅支持。新界西南選區投票率達32.69%，係10個選區中投票率最高嘅選區，由工聯會陳永欣以52900票同民建聯郭芙蓉嘅37020票當選。新界北選區由新社聯譚振國同民建聯姚明當選，而新界西北選區由民建聯周浩鼎同實政圓桌莊浩峰當選。新界東北選區則由新民黨李梓敬同民建聯陳克勤當選。説在線記者許思彤報導。工聯會吳秋北喺港島東選區成功當選，而新民黨陳家珮就成功當選港島西選區。佢話最重要嘅係可以保住葉劉淑儀嘅議席。溫情報導。港島西選區投票率達31.38%，民建聯陳學鋒以30543票成功連任，而首次由選委會轉至港島西直選嘅新民黨陳家珮就得到30033票，成功接棒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。家珮咧係攞到葉太大概一半嘅支持者，係啦，一半嘅票，咁係
得到佢嘅支持者嘅認同，咁我諗佢哋咧都即係相信嘉佩咧係可以接葉太呢一支棒。咁所以未來呢4年咧，我哋有好多嘅支持者，其實佢哋都係中意我哋新民黨嘅風格，中意葉太嘅風格咧，就係都係有嗰句講嗰句。咁所以嘉佩未來喺呢4年咧，我一定會繼續學習我哋葉太嘅風格啦，同埋我哋新民黨咧會有更加大嘅擔當啦。至於由勞工界轉戰港島西選區嘅工聯會郭偉強，佢獲得25,000多票，喺5個候選人中排第3，無緣連任。而港島東選區方面，投票率有31.92%，工聯會吳秋北以39,000多票當選，而民建聯席潔玲就以22,000多票取得港島東選區嘅另一個議席。説在線記者溫情報導。九龍區3個地區直選結果出爐，6位成功當選嘅候選人入面，有5位成功連任。莊子晴報導。2008年起開始擔任立法會議員嘅民建聯李慧瓊，今屆再次冧莊，以超過53,000票高票喺九龍中選區當選，大比數拋離第2名嘅無黨派楊永傑。佢獲得超過28,000票，同樣成功連任。李慧瓊指感謝市民一直對自己嘅支持。面對嘅挑戰，社會環境都有不同嘅，咁所以得票呢，其實係一個綜合反應。咁每一次呢，我哋都會總結經驗，亦都希望呢係透過每一次市民啦，又或者係不同界別同我哋反映嘅意見呢，我哋都會去思考呢喺未來4年工作裏邊點樣去調整呢，係以更好回應市民對我哋嘅期望同埋訴求咧。九龍東選區方面，工聯會鄧家彪獲得超過53,000票，成功連任，係5名候選人中得票最多。而民建聯張培剛喺九龍東選區獲得超過29,000票，以282票力壓無黨派嘅梁思韻。至於現任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就無緣連任。九龍西選區2個議席都由2名現任議員成功連任。民建聯鄭永信以超過41,000票當選，而西九新動力梁文廣緊隨其後，佢獲得超過25,000票當選。説在線記者莊子晴報導。巴黎奧運重劍金牌得主江文蔚以131票擊敗獲得23票嘅對手馬日超，當選旅遊界議員。獲選為代表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係我嘅榮幸，衷心感謝業界嘅支持。旅遊業係香港4大支柱產業之一，嚟緊我會擔當好政策推動者同社會嘅橋梁嘅角色，為大家發聲，推動香港旅遊業發展。我會盡快投入工作，團結業界，服務香港。今次嘅立法會選舉特別報導嚟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再會。